第13课，耶稣会对着问伊真有应答的问题。法利赛人是耶稣的对着，因爱太耶稣。耶稣会对着会议参详。这礼拜的拜日因三甲参详，有真侪法利赛人三甲参详。因参详，因为因爱受安怎通掠耶稣。耶稣会对着的重点有诶讲，即是来掠伊较好。总是有诶对着听百姓，因讲咱是来掠伊较好。因参详诶时，有一个人提出来伊诶意见，伊讲我有一个意见，咱问耶稣一个真有应答诶问题。耶稣会对着问迄个人讲是甚物问题？迄个人讲照我诶意见，咱通问耶稣关系咱爱立志互罗马诶皇帝解释啊无？耶稣若讲到立志互罗马诶皇帝解释，百姓一定真受气。伊若讲毋免立志互解释，罗马诶官一定会开始伊。被会议诶法利赛人拢想讲，即个问题一定会掠耶稣。因家提出意见诶人讲，你诶意见真好。所以耶稣会对着几若个人去甲耶稣问讲：先生啊，原知你是真实，解释是罗马诶皇帝，解释讲咱拢着立钱，你知影逐项代志，请你甲阮应答一个问题：咱着立钱互罗马皇帝解释，还是毋免？耶稣应答讲：恁摕一个钱互我看，因就摕一个钱互耶稣看。耶稣看一个顶面有罗马皇帝诶像，伊问讲：即个像是甚物人诶？像是甚物人诶？因讲：这是该撒诶像，是皇帝诶像。耶稣讲：安尼，即个钱是该撒诶，只有伊诶像，所以钱是该撒诶。恁着将该撒诶物件纳互该撒，恁也着将上帝诶物件纳互上帝。遐个法利赛人就转去甲因诶朋友讲，阮甲耶稣问即个问题，总是无法度掠耶稣。阮问伊关系立钱诶时，耶稣摕一个钱伫伊诶手内，伊问阮讲，这是甚物人诶像？伫钱诶顶面是甚物人诶像？着将该撒诶物互该撒，着将上帝诶物互上帝。迄时百姓讲，耶稣一定是先知。伊是一个大诶先知，阮毋敢多问耶稣甚物问题。